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件，这个宜兰大溪这个卖油肠饼头家娘创手来欺骗着顾客，实在真不可取。人客买这个油肠饼，明明都摕3张100块给这个头家娘，但是头家娘讲才收到200块，人客只好过来补100块。但是透过这个影片看整个介绍的过程，是头家娘创手共偷暗100块。这个文章影片一抛就网络，到其他的民众来赞写，讲我这个头家娘哦，用同款的手法，嘛是来讲100-200块。加整一粒葱油饼，人客好心情加交关，头家娘客气讲，歹势加推销，不过这无啥要紧。付钱时，人客甲钱算好势，确真是3张100块，不过钱到头家娘遐，会变魔术咯，是用大头母先将100块给吃落去，这个过程无够2秒钟的时间，一张100块就安尼飞落去涂骹，人客根本无时间注意，就是真正减互头家钱。看起来很好吃。连假期间，有民众来到宜兰省，欢喜买葱油饼，却因为消费纠纷，红讲钱有减。文章铺上网，冒牌的消费者来到这买，目口头家娘讲减摕200，反正嘛是拄到同款的手法。消保官就提醒消费者爱加翕影片、留证据。这个刑事的诈欺是比较重的，所以你如果认为有的话，你最好是要有那个证据。消息传过了后，附近的店家嘛烦恼业就受影响，变做面对咧。就是最早前哦，当下面就是点心然后动作稍微确实一点。有不可能的。对啊，这个而且才100小钱。为着100块，失去消费者的信心，民众买物件进前，目睭台背后大腿，把钱算互明。嗨，我是庄宇杰，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